每逢佳节胖3斤，刘畊宏的老婆也不例外。哦，这时候男人千万不能够说女人胖，对，我有经验。过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我也胖太多了吧？没有 ，baby， 你不胖，你这是幸福在膨胀，你漂亮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看，啊？我肚子都跑出来了哎，你这不是肚子，你这是幸福的把手。你看这触感多好啊，抱起来感觉多棒啊！胖了一圈，我连裤子都紧了哎呀 ，baby 没事，好女若成堆，就像现代杨贵妃。说得对，不要再安慰我，明天要开始跳槽了，我一定要恢复原来自己，变回原来的 Vivi 姐。男人旺不旺，就看女人胖不胖。你看你胖嘟嘟的也很可爱呀。你说什么？胖？